本影片將示範如何管理 TRP 客戶物業稅檔案。點擊管理客戶，然後點擊加入客戶以新增客戶。如你的客戶已於其個人稅務網站 ITP 或商業稅務網站 BTP 內委任你為稅務代表來處理有關物業稅檔案的稅務事宜，或以其他方式通知稅務局你已被委任為該物業稅檔案的稅務代表。你可以網上輸入方式加入該物業稅檔案。請注意，上載 CSV 檔案功能不適用於物業稅檔案。如需了解物業稅檔案號碼的輸入格式，可點擊資料圖示，選擇網上輸入，然後輸入客戶識別號碼及選擇團隊名稱。如要加入物業稅檔案，請於客戶識別號碼輸入物業稅檔案號碼，點擊檢視以顯示客戶名稱。請注意，如果你只是一隊 TRP 團隊的團隊經理，你無需選擇團隊名稱。你可點擊新增以加入項目記錄，或可點擊 X 移除項目記錄，點擊繼續。已成功加入的客戶及無法加入的客戶資料將顯示於確認頁面中。就無法加入的客戶，你可以點擊下載錯誤記錄明細表。錯誤記錄明細表將以 CSV 檔案格式存取。你可列印或保存此確認頁面。點擊繼續以查看最新的客戶記錄。TRP 團隊中的客戶記錄已經更新。